各位好，上次神秘消息中好多，大家應該都跟到。今次又收到神秘消息啦，同埋留意第2條影片俾隻艾利奧都有個冷門第3。今條影片之後仲會有消息繼續出，所以一定要訂閱我先，因為下條影片你可能會揾唔到。今日收到幾隻馬，慢慢同大家講。第一隻馬係第一場2號馬伶俐標區，消息話隻馬今次贏完仲係5班。實話再贏咁話，同埋都做好功夫，隨時整多鑊。另一隻馬係2場2號亨確，消息話隻馬其實一開始就想報谷草，以前一直都有係谷草試閘，根本就係谷草馬定位。而家贏完覺得沙田對手好惡，試下去跑馬地，今次操好晒，抽得好檔，佢話座位望贏。然後有隻冷門心水第10場4號馬暴風之子。消息指幕後對隻馬上次表現好唔滿意，既然賽果不符預期，自然就要有所改變，於是揾奧爾文幫手，已經部署好今次形勢。話細要交代俾馬主，今仗真係好重要啊！另外有個福利送俾大家，如果訂閱我頻道，然後加我 WhatsApp 電話登記，我會有額外資訊送俾大家。我 WhatsApp 電話係55269236。